攞晒啲錢出嚟，快啲！我得500蚊喺度咋，500蚊你攞嚟啊，得㗎。報警。Hello， 大家好，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有網民近日向我哋爆料，並提供一段短片，指深夜時分有的士司機喺眾賢花園同詩歌舞街公園交界位置俾人持利器打劫。嗰個地方環境相對寧靜，一向都有的士司機喺附近洗車同交更，區內居民對地點頗為熟悉。從片段可見，一名男子手持利器向的士司機施襲，期間司機手部被吉到流血。然而疑匪行為異常，喺見到司機受傷後竟開口向對方道歉一句對唔住。有網民指呢種反常舉動唔似慣犯，如果真係諗住食大茶飯，邊會理你流唔流血？有網民指近月市道欠佳，唔少人面對生活壓力，加上部分時段區內人流稀疏，夜間治安令人關注。由於案發位置向來偏靜，街坊提醒夜歸人士行經附近時要多加留意，盡量避免獨自行走喺光線較弱嘅路段。攞晒啲錢出嚟，攞晒啲錢出嚟！喂，攞晒啲錢出嚟，攞晒啲錢出嚟，快啲！我得500蚊喺度咋500蚊你攞嚟啊，得㗎。報警。你等等先啊，你戒到我啊！唔好意思，你快啲。報警，我得佢。我得佢多啊！等我一陣，我爆個光啊！好，報警。大角咀，大角咀。眾賢花園啊，爆靚晒光啊！鍾意呢條片嘅，希望大家可以點讚、分享我哋嘅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服務，可以掃影片上嘅二維碼，或者用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哋查詢。多謝大家收睇，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我哋下星期再見。